冲飘来爱冲你。怎么了？吉娜姐吗？我是没错啊。你看到我叫我吉娜姐，因为爱让我做个三公样呀。黑毛，牙牙不出发的嘞，口误，口误啊！口误，你可恶你可恶！又见面了，陈玉。今天这个成绩，我看你还是回去好好选。回去的机会可能有点高。安琪呀，开山哦！男子汉太仓促，杀不了狗骑，抓不了好汉，哎，打罢了。父亲好，应该渣男哦，给我回来，回来，回来。算了。老年大擂台，老夜共下來，哎，也一開始係呢流行族嘅保 V， 保 V 整巴吹，啊，先嚟介紹下 V 面仔哈 ，V 面仔連續吸管 V 面嘅羅浩然，容易希望羅浩然今本日做得成功，邁進第5關，好不好？哎呦，希望。好啦，比賽之前嚟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啦。好，歡迎徐嘉賓先生。黃義軒先生、姚少奇先生、賴以喬先生，好，哇 ，CV 先生介紹聽，啊，馬上就進行今日比賽哈。上禮拜秋沒有淘汰，是不是？沒有淘汰的，嘿，鼓手金妹模型的朋友哈。好，來。TV 係顧秋婷帶來永遠。好，嚟談好啦。是。
先生，两位主持人好。哎呀，各位品牌先生好。啊，好听的歌诶，非常有感情的歌诶哈。等下看一下你的平时欣赏。哦，冇叫啦，冇叫啦。冇叫啦哈，咁有。头来哈，有啦，有细细的啦。对对对。本安你平时欣赏会叫出来就係唱得不差。所以有感覺都錯嘅。我知道有一些感覺啊。係。球挺欣賞。欣賞。係啊。哦，佢教幼稚園。係啊，幼稚園呢。對，就是會放藥給小孩子。他們沒有。唔會啦。唔會啦哈。厲害嘅成員咧，撈跳擺成員冇強人。冇用辦公。跳擺下乖。哦，也較唔乖。你下我是因為離開有19年咧，我到22年嘛。好，然後該跳擺教嘅成員呢，是打的馬的。哦，真的係啊。你下做唔得。對，你下做唔得。你喺聲音裏面較翹，所以難怪人家會推得唔會大，因為做唔得大，做唔得大咧哈，輕難搞，很唔好搞啊，對，唔好搞哈。有時是加重比給小朋友行較難搞。對啊，跟一個男朋友咩嘅，生意咧，因為行路保姆啊，行路跌倒嘛，啊，個老兄弟去叫佢面前跌個油嘅膜，結果後來發覺，生意驗出來有毒品那個成分。哦，然後喺行一槍喺爸爸之間，傳，佢唱喺 Q 年嘅事情咧 ，Q 年嘅事情啊，係啊，對啊，他們做保姆們這一辛苦咧，辛苦，幼稚園老師也很辛苦，很細心的去照顧這小孩，對啊，要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啊，同時才把同家長啊，尤其啦，連下個可能家長講咧有少，有少，大概小喵，當獎啊，係啊，跳擺成日咧唔怪，我看見他們那足球咧本老師打。哎呦，真的，足球係難搞問題。兩個有吃打過較好打，送200啊。因為老母係大內，真的，係講佢19大年，一直用呢去打機。哎呀，頭髮真見係，我記得我爸就會可能就會同先生講了種，我打盡量打，打了這樣會乖。對哦，所以我現在就懷疑我以前那個國中老師那個棍子是我爸提供的。有可能，怎麼很像你家裡有刻個鑼，是不是？那成日咧看到該做個什麼怪？真的乖，真的乖，嘿，佢會講。所以到底是要打的教育，還是愛的教育？適當啦，適當啊。愛的教育沒冇咁簡單，那罰錢都會實踐。沒講唔打，不是說不打就是愛的教育。真的。好啦。衝出嚟，請嚟你嘅演衝就俾先生。來。好，希望秋婷姐姐先兩首歌曲吼。其實你一直嚟比賽到了下，我知道你越來越穩，你本來就當穩嘅。不過你先你係越來越穩，越清楚自己上而變的那一位。佢接下來咧，要注意出嚟講，變嘅錯也變唔錯，也講感情要樣板變。譬如講，我先講兩首歌曲好嘅，我知道你有想法，譬如講你有兩個地方自己改一下。變一個面試，18歲就還有深深嘅勸過按多年了位。我知道迄兩首歌曲一個亮點。我之前講我就相信講你有想法兩首歌曲。不過兩首歌曲很難的地方，所以講，你唱歌要唱講法、講故事。我哋講一隻阿婆嘅故事。故說你啲唱嘅時間，你有講法嘅面試，不過唱起來聽嚴嘅。一句一句聽啊，唔過聽嘅聽係係嘅，就嚴腔下無腔講法，你講法無可能，過聽嘅聽嘅無咩呢？咩啲背書，所以講幾首歌曲，我知道上去做嘅係講法，唔過可能你無練習到以前唱過，譬如講梅拖踢唱，你。海記你出父母才來唱，還有人感情要慢變，條件做當好。不過最尾嘅副歌嘅時間，我彈到你大爆炸啊！我幾乎要被你逼哭了。不過後背出當種踩碟，出種你啲抓人有冇？後背做唔到嘅時間，我一前嘛個一前不求你，係冇？係安尼感覺。故所講，呢首歌曲可能對你來講中規中矩。可能 TVB 上面還緊張，不過整體表現來講，我還是給你很多的肯定，因為我知道你有想法。什麼意？什麼先生？什麼先生？謝謝，好，來看一下嘅分數。好，看一下顧秋婷嘅分數。
新屋信上，哎呀，做对了，要救生衣服，救生衣服，我做对了。恭喜啊！哦，恭喜！哎呀，救生衣服应该做留下来了哈。应该吧？应该。啊，先回做休息。不敢太肯定。哎呀，好，沙好了，沙落去由你放带来英共恋情。谈过啦。風字哦，係啊，一條歌誒咩雙眼黑㗎個可以先可能40有7、8個衝真的啊，真的啊，英共戀情。對啊，戀愛一百迄個苗栗嘅勇士，迄咪劉真鳳做演唱嘅時陣啊，係啊。好多年啊，幾好多年係啊，真有錢啊，呢個有錢。我講真夠以前。哦，真夠以前啊！誒，點樣啊？誒，好多年咧，但是佢特別爽腿啊！誒，英港戀情，天天喜歡兩條歌。因為爽嘅兩條歌誒，你向青青好兩條歌，真喜歡。哦，送俾你，一俾你天一拜咁樣較緊張。嘛有一些的。都少啦嗬，冇天一拜人緊張咧吧？係有好啊，較吃菜了。今日從一夾聲音一講啊，夾聲音隻動槍啲。係，青絲下兩條歌嘅。係，啊，創嘅一有味道。係啊，係啊。好。黑叔嘅歌。黑孫啊，當然啊。係黑叔係。黑叔，還有黑孫嘅歌誒。必須就先頭前都先切個數嘅歌誒。錯啦。所以今日你知道你就會拿到一道分。唔知咧，唔知嗬。嘅本來先生嚟嘅聽，唱黃義軒先生。要出歌曲哈，對於你客家歌曲來講，算是蠻有名的這一首歌曲哦。呢一首歌叫《英共戀情》。我感覺嘅第一點嗬，你唱歌，你當你唱歌，除了當你嘅歌聲以外，還要愛看你嘅表情。但是我發覺你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表情，冇乜嘅變化。我聽你係緊張，但是你愛進步嘅話，這個表情動作一定要有，但是每動作都是係好哦，還有一點你唱歌嘅時間咯，要是歌曲，聽這音嘛，可能呢隻音佢嘅咬絲比較不好唱高音，你的力度不夠，所以感覺聲音是悶的，還有呢。唱基隆，唱基隆。假使講你嘅尾音處理得好一點點的話，會更好聽。哦，還有呢，草鴨竹條下呢個草鴨哦，我要聽到你嘅草。假使講你是從一隻音就好，草鴨不要草鴨，不卡後堂，而且呢你會
更加好的表现吼，就力图的部分哦，强弱的部分。你唱歌虽然讲你要是歌曲嘅无亲难，但是呢，你嘅强弱嘅表现有那个层次感，会更加嘅好听。因为唱歌哦，唱歌喜欢，还有呢，你既然爱来比赛嘅话，一定要慢慢来进步嘛。嗰时候呢是提供你唱歌嘅时间，提点你嘅表情要注意哦，因为。对你来讲，在演唱的技巧，还有呢，诠释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好好加油喽！哦，好，先生，好，来看分数啊！看邱立峰嘅分數。好，90.5分。好。这个分数有点困难了。唔怕，先先抽一下，先抽一下，好，休息一下，好，排隊。好，沙下來呢？沙來喺羅志祥帶來捱搞唔衝山歌。來，彈我啦。來衝山歌，你衝漂來捱衝你。怎麼了？吉娜姐，我是沒錯啊。你看到我叫我吉娜姐，因為我我做個什麼樣啊？係冇，而家有冇做法嘅？口誤，你可惡啊！可惡。我是没错啊。你看到我叫我吉娜姐，他眼里只有我。看到你的胸肌了，误认为。哦。可以不要，因為我做個什麼樣啊？係冇，而家有冇做法嘅咧？口誤，你可惡啊！你可惡，在班上搗蛋是不是？竟然把我認成吉娜姐。他是看着我說啊，也可能啊講，又沒可能講，係冇。這個應該在學校應該是屬於給小的那種搞事，那打會搗蛋。我算蠻乖的，但是還是會有點小調皮。哦，怎麼樣調皮？你跟我講。會拿那個衛生紙，然後弄濕，然後用那個吸管，然後也吐到黑板上面。像射箭這樣嗎？對，吹箭，對，吹箭就是好玩的，可以弄同學。你說老師在的時候嗎？對，老師在，我用老師。用老師？不是，我是其他同學，我是哇。你都班的，你班上在上上課的時間，然後大家在吹箭這樣啊？對，然後還吹到天花板，然後你在上面。你都要用欺負性上幹做的？嘿呀，還全班一起，就很好。那老師教課很辛苦哎。因為老師也蠻，就是怎麼樣啊？
啊，好好说现在老话。师真的很难当啊！你哎呀看都是才高被同学欺负，以前是老师可以打学生呀，现在那周不行了，的这个。唱给秋婷欣赏。对没，好了，好了，冲出来了哈，唱有首曲欣赏。好嘞，知心哈，好，我觉得你选歌懂聪明，这各位我感觉你在台上表现哦很有自信，摸鱼摸得很有自信，那意思摸鱼摸得很有自信，他有摸鱼啊，对，那意思哦，特别注意了哈，你来比赛哈，你要用很冇共樣嘅想法有嘛哈，去比賽。那因为你选的这个歌哈，你的讲啊，声音很沙哑，声音沙哑是被你压出来的，没压正也伤害这么沙哑，要么会有形成这一种情况，就讲你把那个这个严老师这个歌律动加快了，所以你每一个尾音都把它切断了。尾音切断的话，你内收音推韵的时候你切不断，所以变成你就这个压喉音一把它切断。听一点就讲你要尾音全部留你输掉了，这个每一句都没有尾音。对人客家话来讲，其实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就编一个创作歌手来冲犯的嘛，所以我讲你懂聪明。但是假使讲你那种冲犯，你one 拍数高的哈，那你就会造成你很大的杀伤力。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哦，好，那个在比赛的过程要特别注意。还有一点哦，你的 key 选的特别低，key 特别低，这个我就讲哈，这就是你得做评审的哈，就是他会有一些专场，所以假使讲你真的要当一个参赛要做到卫冕者宝座的时候，可能你要有一个必胜的决心，所以你要记点哈，你要注意哈，做唔得这个。避过你这个评审的耳朵跟眼睛，你按照这样分数才会拉高，好不好？希望你下一集有的能够不一样的表现，让我能够耳目一新更高的分数，好不好？来继续打拼，加油！好，谢谢。好，这首歌严志文老师的，也恭喜他今年得到金曲奖啊！最佳专辑演朋友上过台，还有上过台。系啊，来，先来看加分数。好，看一下罗志兴的分数。好。就是你的那个呢？哎呀，你的一条线上不27分。对呀，为什么？老师，你耳机有坏吗？对。什么意思？从头糖到尾，就知道哦後糖嘅，因為呢首歌誒非常有名，唔講我之前從來唔是一個一個來聽嚟學習呢首歌嘅，加上我糖你唱嘅時間，佢就知道哦，你有秀你自家嘅律動，知道。懂球啊，就是没有想过那首歌会做得变到安尼冲，就俺知道，不俺非常的享受，俺知道，你的肢体的那种一系列的编法，一系列听，不够就懂词眼啊，这个自然的感觉，我觉得其他的参赛者就是可以学习一下，它会帮助你把声音可以那个能量。就是会传对达到那个性感度安尼，那会有一种风格的感觉。对，好，安志生，谢谢。从自己搞个密西嘞啦。可以啊，很厉害。我刚刚听就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哈，很棒。但我们有耳鼻喉专科，他的那个听感不一样。不一样，对。好了，恭喜你，好，恭喜，好，可以哈。在列当草，好来杀来。好，杀落，李彦峰带来沙飞天兄。当然了。方法是开松，有人跳松，没有人跌落。才打造面对是轻松，马给给的，爱情可以轻松。给生发送，慢人不会走，有男人头。
大家嘅中意，叫配火茶突然啊，vì mà quay kêu心中公平脑海里的高空嘅配上演啊，到底爱用把爱相爱相依爱，怎么改？做地方你莫缺憾莫，本其他人言怪啊，到底爱用把俩字莫安改。vì mà kêu心中公平要好的天，高空不配上演啊，到底爱用把爱上条相依爱，做嘛怪？当做被反面莫缺憾莫，引起他人言怪啊，到底爱用把。哇哦！今天李彦鹏跟沙皮彦兄，根本也哦，有释放感哦。今天感觉上是哎呀，好像要力拼那样。哎，今天哈，没有要让罗浩元好过。对呀，好像集结所有的心力，就今天一定要发放出来。下来，不敢说。没啦，应该最近的压力解除了，对不对？有嘛个压力？在这首歌里释放。有嘛个压力？哦，唔系啦，嘿，因为我睇下麦提办我的 Hell 上演小巡回，喺班提其實嗰時候係我嘅母校啦，因為想我回饋給我的學弟妹，嗰時候學校嘅線上，但有學生嘅唔是前就真係來。哦。其實因為其實嗰時候係嘅，就是一個教室，嗰時候嘅底部嘅佈置啊，還有音響都是我自己處理的，嗰時候睇下個再看一下。哦，你這個髮哦，有胸片，這個髮型，還有樂手哎，就係嘅。提琴手為兩人大樂隊，高斯底波多，學弟妹很多哦。沒有歸到係朋友家人這樣，因為我哋就係小巡迴3場都是我哋用嘅強下來做嘅，從比如說後面的佈置啊，然後那些燈光的音響簡單的，我係我自己處理嘅，自己處理嘅，係啊，很讚哦，有胸範。而且實踐力好強。現在年輕人都很厲害，哎，真的呢，很多事情都這樣一手包辦那樣，是不是？現在年輕人真的都沒有群體生活，什麼都要自己搞定這樣。不是，是因為現在可能科技發達到，沒黑啦，發達到很多事情可以自己處理。對，做影我沒可用。對呀，做影像、做音樂，都是可以這樣子，都好厲害，大家都變成一個很棒的一個創作者。對，很全能的，真的全知全能。啊，好厲害！是我說聽聽哈。你是朗說的，你是說的啦。剛滿20啦。哦。金錢落喺17歲啊16歲的時間，嘿。哇，連我都覺得孩子大了。已經有3年了。有啊，哥哥。哎呦，哇。來，你個一口。來，一橋，這個。耳機還要戴的嗎？優秀的新人啊，來。我知道你應該做得從多行下好。好。因為這首歌它本來的那個張力就是非常非常強烈嘛。不過我知道根本你好像沒有非常打到我啊呢。那老你分享一些咧哪幾句，比如講嘛該記得，你記就冇啲牌子啲背安尼。唔過呢首歌真勁動人，從我啲還有係上來上去啊，還有張作的完美木嘅機啊，就知道係力量就冇啦哦。一些 Q&A 嘅感受安尼，就是你唱歌的時候，如果有時候已經要到了那個最厲害的地方，但是突然又力量冇啊，安尼就會不愛知道啊，
感觉上要到高潮了，烧不到痒处这样子。对啊，你用微博呢？不求人拿出来。讲你基本你嘅 T G 含有你中間唱那個為乜街嘅街含有最尾一句嘅有讓我覺得有加分，有到了哈。唔過最尾係句那個上唔來又知道美麗了。哎，就是那首歌根本你唱嘅本來嘅感唔出，就會冇法度加分幽默配，可能冇法度安呢。就是，但是我很欣賞你在唱歌中間那個有點小跑步那一種，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幫助大家唱歌唱得更穩的方式。對，所以如果你今天剛好沒有想到要用這樣的方式把自己的聲音帶出來的話，搞不好會唱得就是更縮這樣子。好，分享一下。哦，加油！大家。各位正片面冇好錯，要正義要加油。對啊。好，來，快夾分數。好，看一下李彥峰嘅分數。94分，按電影講嘅感覺分數。可能詞冇錯唔錯，沒有小破音的話，可能會更高。有可能。你有唱錯詞哦？有啊。哇！沒有分數已經出來了，沒有關係。情商 UQ 分的冇喊他高分。對啊，你看你們都自己這麼不小心。我先跪了。來，這位老師有。不但他其實可以再高分一點，可是就像以 K 有欣賞講我們很肯定你跳在那首歌曲，其實你都比賽都厲害，你一定要想辦法，用一個氣也好，也係講感情，也係講唱歌嘅能量，要分配好。每次你唱歌都虎頭蛇尾，讓我們很害怕。你看後面為什麼破音？因為你前面頭前冇分配好。古時候講後邊冇乜個力，打不到我們。很多東西你要分批哦，哪裡是高潮，哪裡我們要支付，哪裡我們要蹲，然後往上跳，別害人家拱空，好不好？還有，千萬不要再忘詞了，拜託。忘詞扣分很重哎。呀，這個那最大的忌諱，你真的好，加油！還有人家戲要調整好了，分批好，好不好？好 ，OK，謝謝，先回頭休息 ，OK。好了，殺落係連續位面習慣嘅羅浩然帶來茶檔山嘅風。係，等我啦。茶檔山嘅風，吹向來嘅童年夢。免去條排聽有酸，大家有面向好痛。茶檔山嘅風，吹向好高嘅路時鐘，草叢曾英雄，太樹下共小可。親愛嘅朋友，俺童年過都好夢。心上高嘅唔限幾點夢，一從態度強剛泥土，人生又苦又快樂。親愛嘅朋友，俺童年過都好夢，條白心上高嘅唔限幾點夢，有限歸來做了款款，享受茶檔山嘅風。
生又苦又快乐。亲爱的朋友，俺当年个都好梦，头摆上山高嘅唔肯记得梦，有行归来错了看看，向树茶灯山嘅风。心上高嘅唔肯記得夢，一場態度相當迷途，人生又苦又快樂。親愛嘅朋友，俺當年個都好夢，頭擺心上高嘅唔肯記得夢，有空歸來錯了款款，向樹茶燈山嘅風。哟吼！那哈眼啊！哎，这声音吼！哎呦，有人拍手！哇，雨乔老师竟然拍手哎！Uncle 是不是 ？Uncle，那你嗨一些，嗨一些。你这样子的表现啊，我们燕峰又开始不爽了。我们是挑拨离间专业户。好啦，贝尔斯贡，你今天不管是整体的表现、声音都有进入状况。是怎样？心情很开心啊！想起以前旧开心的事情，回忆一个事情。因为我适应嘅时节我爸爸、我阿爸係farmer， 他是一个农夫，很传统。所以嗰时候我适应嘅时节会出去聊，我就一直吵闹嘛。然后有朋友大家都有出去玩，所以我阿爸咪就带我去六福村，跳地拜六福村，对，然后他们就穿的正装。正装是什么意思？没去过，就是西装跟套装这样。真的哦，把结婚的西装要拿出来重穿。帮你打扮成花童这样。我就是运动服啊。然后为什么他们那么正式，你那么随便？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就一开始就先坐海盗船，所以我妈妈穿橘色的套装嘛，然后下来的时候脸是绿色。真的呀？对，就是一颗橘子的感觉。爸爸头上还戴了一个绿帽。绿帽可以不必不用哦，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这真的很特别。为什么我爸妈会穿西装？对啊，这个好像是我们看到以前的好几十年代的那种。对啊，你也是，你小时候你说大概小学4年级？哦，大概3、4年级的时候。那唱20年前听听啊。有按久吗？20年有了。有哦，差不多20年前，那时候已经台湾很进步啦。对啊，你爸爸妈妈怎么还这么拘谨？传统，很重视这一次出游。我去六福村穿西装，橘色，只要让小孩穿运动服。精神机呢？太正式，很难忘，很难忘哈。就像我们小时候要去住在3义嘛，要去苗栗看电影。对啊，我爸也是会穿西装。哦，真的呀？啊，妈妈嘞，罗妈妈也会吗？妈妈穿套装。啊，真的哦。然后你呢？她拿皮包的。你有一起去吗？我也穿西装打领带。好可爱。很真实哦。全家就叫了一台海鸭鼓，包车。以前那个没有开车啊，以前车子很贵。头摆去勇士买茶买那个是买茶，你还做抢银行呢？真的哦。对呀。买茶抢银行嘛，个意思？潘作抢银行啊！真的，就像你乔迁致喜一样的意思哦。搬家、结婚、喜庆，买车全部都有。公子，连买车都要办桌请人，哇！你还要包红包，哇！所以他那个车不用花钱，是红包买一台茶潘10座哎呦，办10座，真的。好了，冲水来唱，12先生。今晡日我看到啲比賽以來，我當喜歡嘅考驗就轉到動詞演，唔可以特別講啊，表演，愛唱歌係出來唱出來表演嘅考驗。那時候我當中我可能要 keep 到我耳機都拿下來，因為我哋看佢表演。我知道佢做到當好嘅示範，就係講去到呢隻舞台，啲小 Ken 老師提着音準備下去，佢出開始做嘅。
唱歌要包含啲啲地位度吼，因為你裝作得帶所有嘅人，今日你唱歌嘅感情，還有各種嘅樣式吼。我知道今日表演，我不覺得它是比賽，我看到同學嘅表演，因為我看到畫面，譬如講，茶當傘嘅風，我就想到楊媽媽穿橘色衣服在海盜船那個風吹過來，綠臉的樣子，就有這個感覺哈。啲茶檔還有當中咧唱歌要有想象力。我知道好演出，因為佢有記憶有畫面。古時候你唱兩首歌曲時，佢唔單唱係享受，咩本來你彈歌你有畫面，嗰種畫面可能係佢嘅，可能係我，可能係雨欣老師嘅。我知道佢哋表現當好，我當希望佢哋唱兩首歌曲，唱出一個面試。唔過我係因為你係衛冕戰嘛。我還是要求多一點，譬如講，因為其他客家話聽不懂多誒，唔過有的音，我真的還是要調一下，譬如講，面去頭擺，甜有酸，甜是要閉口，不是甜，才香不是才香哦，這個東西你還是要注意。我還建議大家一聽到我特別同大家講，比如說一定要嚴肅啦，你嚴肅將嚟創作，你喺捱一啲啲嘅本嚟建議，好，加油，什麼先生？低分清好，對，搶了還有秦國分，燕鳳97分，看有判法比94分還要高。好，來看一下，來，看下來看羅浩賢嘅分數。紅樹快樂花。有見面啊，陳皮。我是柯 P 的弟弟陳皮。好，今天這個成績，我看你還是回去好好選。回去的機會可能有點高。沒關係。搶了還有秦國分，燕鳳97分，看有判法比94分還要高。好，來看一下，來，看下來看羅浩賢嘅分數。96點分，恭喜浩賢！你要再加油了。OK， 好。連上禮拜歡迎抽送你嘅避免債報名，恭喜羅浩賢！都成功組嘅。保比正八歲，好，我哋介紹目前衛冕戰哈，加上一冠咧，一冠咧，楊桂蘭姐，一冠啦哈，不容易哈，係啊，真開始，後背路很當場啊，係還有9冠，慢慢的變哈，加油！今日我有位新的參賽朋友來到我哋節目當中嚟參賽哈，等下我介紹下嚟，我等陣先介紹下你金牌嘅評審團，好，嚟，歡迎林占一先生。曾敏珠先生、魏生炯先生、潘秀峰先生，歡迎啊！好啦，先生介紹睇啦哈，馬上進行今日比賽。今日來係新朋友咩 Q 朋友啊？之前將去參加流行組誒。對。來自桃園楊梅陳振雄帶來3個字。來彈我啦哈。好風流
陈皮啊，大哥，这陈皮。就见面啊，陈皮。是啊是啊。哎呦，你现在不是要跑去选总统，你跑来这里干什么？选总统是柯批啊，我是陈批。哦，你是陈批啊？你有搞清楚啊？我是柯批的弟弟陈批。你们不同爸爸。对。他姓柯，你姓陈。他姓柯，我姓陈啊。哎呀，互姓啊。但是为什么样子讲话这么一模一样呢？奇怪。我不知道哎。今天那个《中国时报》啊，那个柯批的那个相片跟我很像啊，跟你很像。你去看一下，今天《中国时报》今天的《中国时报》今天的哦，其他的柯批的那个相片跟我非常像，其他天不像是不是？哎，其他天比较像，也很像啦，可是今天特别像，今天特别像，有你粉丝传给你了，是不是？对对，因为我特别去理头发。哦，对，哎，厉害了，厉害！哎，你真的，哎，来这里比赛，你看。从客家歌，係咪？要比流行族，也比到傳統族來咧，哈，有點強啊！對啊，現在是。還是又被你的好朋友騙來。過一陣子就雙喜臨門了。哎呦，什麼意思？第一個我退休了。哦。第二個我女兒要結婚了。哦。我以為你要娶小老婆了。對啊，這個面臨你娶小老婆了。哦，那真的非常恭喜。恭喜恭喜哦！退休了就可以好好來唱歌了。對啊。所以你今天也是被建居逼來的嗎？没有，我自己要來的。自己要來了。我現在已經在學山歌了。哦。對。所以你也跑去那個視唱會？視唱會，應該很久以前去的吧？很久以前有一個啦，最近你還真的沒看到。對。哦。那表示你的演出被肯定了。是啊。對啊。太好了。有沒有被我們老師肯定？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師的。對。因為第一次唱傳統會緊張。會哈。不過還蠻有味道的。對啊。是。搶佔一欣賞。來。來，陳勝雄先生哈，他唔也個發強注定唔咩純粹客家人，唔咩客家人，好多人哈，你強調呢，但是哈，就講你唱出來，我仲記得你以前有嚟參加過比賽㗎，我咩是評審唱流行歌曲係嘛？有應該有。啊，但係呢種嘅印象啦，所以講今邊人唱落嚟啊，雖然講聲音嘛就話哦，流行歌嘅唱腔就有掙扎啦。要乜嘢正常啦？因為流行歌樓成個嘅唱腔嘅發聲配語無共樣，唔唱家變到保定嘅壓落啦，把我地位咁定嚟嗬，按聲音啊，keep 喺地位冇送出去，所以變咗強調就跪下壓定嚟，所以聲音啊，總會拋唔出嚟樣啊，但是講有啲位。聲音發無清張，但是已經可以講好多年嚟已經唱到有一樣嘅程度已經可以讓保障嘅嚇。真係所以講有啲位係有無清張嘅啦，但是係要鼓勵啦嚇。好啦，加油加油！好，謝謝先生。鼓勵啊，聽得懂嗎？懂哈，讚哦。什麼先生？那個分數也是鼓勵的分數。什麼意思？不是你實際拿到的。鼓勵的分數。有加分的意思，係嘛？看一下了。哦，歡迎他陳真勇嘅分數。不錯啦，9.5分。鼓勵的分數，你覺得不錯？因為會緊張。沒有，講真的，沒客家人可以唱到這樣，真的是很厲害。對，這個精神其實我們真的要這個打從心裡多謝大哥，真的。那你今天這個成績，我看你還是回去好好選。回去的機會可能有點高。沒關係。沒某一天啊，某一天可能有評分的呀。很難說。好，好吧。好，那先請回座休息一下。謝謝。很可愛啊！好嘞，沙下來。沙來係一天幾帶來評判。來，評下啦。
哈，伊下辅导单位，伊下辅导好，嘿啊，伊下啲歌法联来，起起落落这样子。哎，不过从法联来咩好教啊，还蛮好料啊，当做一日游。一日游，因为情摩的料安尼，系啊，法联咩好料啊，连朋友做的情摩的料。系啊，啊像俺热天有迄那料，双北的迄个南头啊，南头个妖怪村哦，但带到有饭店嘛吼，嘿个风景动江，风景又清好，啊就俺不头咩，这个导游都讲哎赏萤哦，跟他4月份用哦，枫叶虫啊，赏萤啊，萤火虫啊，啊这个行，结果蛮看到萤火虫，是落水的。哦，啊就冇看到咧，冇看到啊！我等几位的好朋友，就伊家己个有特别一件个民个么个有，云南小木屋呀，妖怪村不是那小木屋，对，小木屋那边，差不多几十啥，就这个聊天啊、唱歌的啊，大家都搞到亲厚啊，哎呀，都搞到真欢喜啊！对，用到轻轻松啊。哦，我拜溪头啊，安布头还无聊咩？个溪头个饭店的人员就带我就去安布头了，去游山哦。去游山呢。对啊，还是像救国团以前玩的那种。觉得越走上去越恐怖。就是救国团头吧，对不对啊？俺们第一次去过某个菜基乡啊，看到一只香的时候右转，看到2只香左转。真的，冇给好搞的啦。青年班的咧，沿路。其实调色行的啊，安布头吹都安熟熟的，嘛该都看。系啊，真的啦，不要看嘛。枫叶虫就暗暝地方看得到。对，夜暗站看得到。对啊，我东京冇看到枫叶虫。真的。这乡下这应该青岛吧？新年嘅时间，法联的李永潭跟马青岛。跟马青岛有机会做的一款。真的带生意一款来了解乜很多枫叶虫。带生意呢？唱的来。强民祝欣赏。法联功夫的大农大富，森林里那里的萤火虫非常的美。哦，真的啊。对，那里有这个枫树林嘛，非常的好，整修得很干净。定焦今日可能因为上人cái自古流传都已经个到有时候变下安样面沙哑掉了，因为在耳机里面非常的明显，没有办法放水的这样子再个继续加油。石梦先生，来，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一篇叫嘅分數。7點半，冇問題，呢個都留下來嚇，係啊，繼續都麻煩啲法聯嚟咯，嗬。黃埔翻唔好上到。好啦，沙下來。沙來係情意梅帶來羅山歌。嚟彈緊啦。願米作家。特別數得不動氣呢，唔係。係冇多啲時間啊，冇辦法。開玩笑。如果唔知叫咩太明顯，咁冇啦。山歌好唱，有好汤呐，歌词配说。
家。相传，好名声呐。喂，叶文基。特别输得要动气呢，唔係，係冇多嘅時間啊，係蠻看分數啦。冇係講，等下看人面相都動氣啦，係，唔會啦，喺上去坐嘅時間先叫歡喜，動厲害，係啊，對對，就大家輪來輪去啦，係啦。你冇講啦，唔好特別都講，開玩笑啦。如果唔知叫咩太明顯啊，冇。開玩笑啦，開玩笑啦。係啊，韓國人生意啦，嗬，係啊，係啊，那叫60歲嘅下生意啦，我嚟禪橋買一檔太窄嘅呢蛋糕，幾多個？一太窄嘅，6層呢？沒有這麼誇張啦，太窄不錯嘅啦，他們也成年人嘅動位設計嗬，佢都很愛講，我先要講。來嗰條線呢？我要唔知啊！如果來啊去，哎呦印對，哎呦，太淺哦！淺啊，印錢就印表出來啦。淺的啊，黑的，強色的哦，強色、紅色，全部乜嘢？黑呐！哦，這禮物很讚呢。真的，對啊。玩得很。從細年用搞咩當聽啊，當歡喜啊！有生意他也冇存錢就做得呢。真的哦，原來唔會嘛。生意很冇存錢呢，所以有蛋糕店。還有個噱頭，還是送你狗罐頭。狗罐頭，周邊商品送給你。那個是噱頭，生意人腦筋動得快。誒，佢沒有人嘅生意的願意啊，所以讓我特別的。有印象深刻，印象深刻，感動興奮，真的哦，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對啊，所以媽媽生日其實蛋糕是其次，最主要是錢。鈔票，給強強縫縫的，給什麼錢？一來出來，其實一生人都記得啊。係啊，你做得窮人不卡門口有冇？開始來到見紅衣。哦，係，創作咧，強衛生獎欣賞。請有冇唔是佢哋從來都羅山歌。不管我是傳訊啊，上任嗰度，一談到全部一順一和啦。在和之中呢，可能要關於多少嘅意見，你嚟建議。每項哈，可能也是個冇當作用哈，每項有多少唔拿樣唔拿唱述的哈。嗰個第一句山歌合唱有何談？有好談，應該在有時，你話要從有時咁嚟發音嗬，你就係喺大家看播出嚟時會變有，你一天會改進麼？開始會讓向嘅分數。山歌好唱。你要是唔係講動態嘅，我就彈到曉誒，我音啦嚇。好，謝謝老師。哦，所以老師冇爭啦，看分數就點。帶高去啊你。係啊係啊。好嚟，切咗咪頭啦，嚟看分數。陳一梅嘅分數。好，係啊。93分咯，厲害啊！93分，你有可能坐上去哦。機哦，要開幾開始，78線，要我係死的，要招假面的。好啦，現在見到。謝謝。
好了，沙下来。好，沙落去总水乡带来平板。好了哈。水乡记大家好，山歌唱得真有面势哈。唔唱山歌，乜嘢係唔唱啊？以前爸爸媽媽愛唱，就強下去唱。結果我爸爸先走退咧。係啊，就媽媽冇人知啊，冇人知都嗌。在等去強下學。強下學習。所以你學，自家真係嫌棄人嚟啊。錯。見衝見有嘅種三高心嘛，咁乜嘢係唔來比賽？比賽啊？有先生。一開始係個太爸爸托夢給他。托夢給他，做得去鬧年比賽咯。時間差唔多咯。一開始係個太子哈，我們聯誼嘛，俺記得講下晝。佢打擂台有來試唱會哦。哦，會先嘅試唱啊。我講好啊，都去啊。這麼想的。就山寨眼前呢過關呢，係嘛？錯。係啊。所以試唱會的過關的那個。山寨眼前呢就過關。那個不會很高，對不對？算蠻低的。有通過就冇啦，就係輕量分養太自家來呀嘛，係嘛？其實來報名基本上是做得係啊，有人過關嘅，佢會先有過關嘅，就來電視台比賽，真是比賽啊！對，唱得好也唔好，就會看評審欣賞，樣板公平，咁會進步啊！唱得好啊，聲音真好啊！來個貼擺嘅時，這個分數都同過啊！係啊，對啊，基本就看欣賞樣板公平，唱聽小鳳欣賞。好嚟。水鄉請叫我看到請叫我看到，唔見威漢喺當軍長個上人了嘅有很硬的誒，幾張安尼上人唱出來就冇拉樣啦，你唱山歌你聽個上很樣的誒，韓國話可能將個 V 嘅冇腔樣，唔講花上，然後唱歌嘅個上腔樣啊樣顯，佢說唐人人講啊一個人唱歌會上癮係講假嘅上人會撩人。我像水鄉安尼講，可能聽嘅實啦就講你最後係你愛略嘅就人上人表現樣對話。韓國人見比就本來扣分就係講，有緊張韓國做落魄嘅時節啦唱呢個戲學堂，略嘅有點慢，唱呢第三季阿哥嘅答嘅，睇我當面顯就差一啲啲咧。
吼，个落魄的时节，落高的时节，落的就慢慢的啊，韩国人个树荫的时节，像天气的好透亮，你讲吼，做咧较耐得的，较耐得的，个上人谈起会较好得的，冇人吃就不用去去，吼，山高处会做咧玉米，好冇？加油！哦，是，谢谢。那个书风欣赏你的功法都有圆啊，对，来看一下哈。好，看一下这种水用的分数。新梦先生，9.5分，还没冇问题嘞，冇问题，好对，好对，还把记得一日游等好嘞，玉米做好嘞，好嘞，嘿，啲法律啊，同你好朋友讲下爽了呢，一日游的呢，同好。做盘没请好啊，如果做得继续做盘的啊，系冇？好，恭喜恭喜，水龙机，水龙太高，谢谢，回头休息，好，谢谢。好了，杀了，嘿，你嘅避免炸用龟兰带来3个字，躺开了。主持人，还有贵兰姐，身体有较好冇？今日算亲子耶。用办，你做嘛了？开刀啊，之前。哦。因为点系旧伤啦，大概8、9年前有开过一次，就是那个旋转机。肩胛骨给他旋转机，旋转机，哎，这个旋转，对，旋转木马哗啦啦，哎，你做得冲2条歌了，复健。旋转机啊，哗啦啦，系啊，哦，因为俩输送了，又可以多就那你有50肩都超啊？没有，我的运动都可以，上下不管你怎么转都可以，但是疼后背痛到头前，就。1年24小时痛冇停过，哎呦，因为半年内就安尼痛到实在动唔掉，动唔掉就也前1年是去开刀嘛，就会因为你系拖的时间，吃到较寒啦，我夹去开刀，对，哎呀，恢复嘛，还没，要慢慢复健呐，哦，忙去复健呐，夹去。可是我自己有动啦，因为我半夜出月章会回诊，回诊时常常老人讲，我用半夜去复健嘛，所以眼盲去复健都痛啦。所以还可以都用微创呀，微创4个洞。对，其实现在还可以，然后就较强松，对，现在你还较强松，冇像头过体白的重刚开始吼，真给痛到做唔得。
跟金钱可能还蛮有按金铺跟手术技术，所以真的你真的身体有健康哦，身心健康真的人就快乐。系啊，像俩沙区基店的个煮饭啊，俺妈填3张嘢。我给我也可以哈，可能拿葱的东西没办法。哦，没有办法。你也扛起来，你也很强，唔怕。你天天的保养好张专一嘛，对啊。那按先好创锅，用创锅去调用。好，来，创特人抢占一行上。来。阿贵兰哈，你创国的哈，最重要的呢，就唱俩哈，用快乐的心情去发散。人讲呢，用当老太家交朋友的心情去哈，共同的参与来发动，这种是最高的，最高境界。就讲这个参与的那个闹热大擂台哈，你看按多年代哈，就可以用那样的心态，所以创出来的声音，比如一堂嗰度就提讲，呀就可以当爽爽的心情去唱俩歌的。但是呢。嗰個係有比賽哈，仲係有頭有尾啦。你唱嘅嗰個幾處嘅哈，也一順啦，但是頭一句你出，你三頭你錯了，嗰有條嘅聲音咧就拗聲音嗬無順，尤其係尖西方嘅嘅嗬，唔會遇到團氣音嘅方式唱，然後大家做一隻嘅舊分享啦。好，安子，好，來，歡迎下嘉賓。然後先唱你嘅音樂節，來，哎呦，又下台啦，哎，你下色面。有機會，有機會啦哈。有機會哦，聽下看分手啦哈。所以不要生氣哈。聽下冇聽啊哈。好，來。哦，聽下來看楊貴蘭嘅分數。我妻呀，開心啊！男子漢太倉庫，殺不了狗翅，做不了好漢，哎，打了。負心啊！有第一个片。听下看分手啦哈。所以不要生气哈。聽下冇一聽啊哈。好，來。哦，聽下來看楊貴蘭嘅分數。93.5分，差了0.5分了，2.5分了，没关系，下一次，哎，好，我们就看着他哈，哎呀，好，一起歡送我們楊貴蘭姐，等上你嘅避免炸過飛，連續2禮拜過關，恭喜貴蘭姐。老年音樂會，今日你節目當中啊有請到1位啊，嚇，應該算係國寶級嘅人物咯。哦，非常之稱哦。對客家啊，嗰個歌曲啦、文化嘅貢獻啊，非常嘅深，已經幾十年咧。真係嗬，佢咩人沒有呢年咧？銅鑼嗰邊嘅客家人，對。後來到南埔去哦，傳承客家文化。哎呦，福到南埔去傳承。啲樂隊嗰片啊。哦，親友型。對，喺那現場去唱歌嘅啦，哦，唱歌實在非常嘅韻味，國寶中嘅國寶，係啊。好來歡迎一下，來。歡迎吳傳麟先生。我
哎呀，纯林先生，真的两位主持人，哦，你有见面的，已经有见到的。哎呀，我们2礼拜你就有做评审，做评审先生，也是2礼拜，但是之前好像。鬼球哈，哎呀，这那边也都南部嘛。南部。哦，带到南部去。但是來去去。哦，一上嚟特別較熱啊。哎呀，差唔多啦。冇啦，點個鐘就到誒。哦，真的哦。高鐵啦。坐高鐵啦。哦，挺方便啊。對對對。係啊，人家所以純林先生咩替拜上岸一個單元哈，然後音樂會嘛，哈，替拜。對啊。上拜係咪有一次係6隊音樂會嘅係嘛？哦，6隊音樂會，嘅 TPK 吧？3、4年前，之前呢？之前，嗰班有一有唱6隊嘅，有來。對。講到純林先生啊，真係對佢印象非常深刻。因為我忙接觸客家電視台嘅時間，我卡住一本書啊。哦。一本書很多三個太甲倉，謝啟國老師叫我寫嘅，寫上寫啊，對。吳春林先生寫幾個先生寫的書，我們唔定用我看我有，巨作呢。哦，我也不知道家裡為什麼有那一本。對啊，我有。哦，後來，後來出頭以後，開始主持下節目以後，讀到吳春林先生真見到那個廬山真面目啊！謝謝嚇，也是冇講有那個客家電視台，有個農業大擂台，有暗號嘅空間，有人就愛好也就客家歌謠傳統也好，流行歌也好，有按嘅空間好表演啊！對，大家就有興趣。所以老師啲也發展客家文化，就已經差唔多3越多年。哇，講起來時節，真係回想起來，一張地講老了哈。因為開始接觸。我就想，一張開始家下啦哈，張開始就靠爽誒。搖籃小姐，梗係搖籃小姐，我用靠嘅樣。哎呦，車站小姐。係對係。我媽媽咩戲呢？真係啊。搖籃茶小姐。哦。靠上之後嗰時就因為佢讀新竹嘛，新竹嘅人客嗬。旅客啦，嗬，全部都係講開了，講私煙，唔做啲人啲銅鑼唔會講開了嘛，嗬，去到一睇唔識，乜嘅神歌小跳全一唔會唱，就我本人嘛，我本旅客嘅人客我本人嘛。哦，真的啊？沒有，之後呢？車長小姐好像負責唱歌呀。搖籃茶呀，係搖籃茶，難道到新竹客運嘅唔係，新竹。族動方面啊，其實係為咗愛唱歌嘅爭去搖籃嘅，佢咩邊唔係講學真正愛去搖籃啊？佢就是想講，呀看那位啊，有好唱歌嘅，看那個搖籃手指較會唱神歌，較會唱歌嘅啦，佢就會繼續。喺擺就會前哦，就會很帶動嚟迎合，有點像領隊小姐嗰種。對，係啦，張開始家下啦，因為我又唔會唱嘛，嗬，咁唔會唱嘅講嘅時候，大概就半年行嘛，年行嘛嘅時候，我就自由，因為大概齋嘅年行，基本嘅齋個叫下去啊，係因為天天揾個年客係嘛，嗬，揾個年客家下咧，佢就夾到因為夾到當會唱嘛，嗬，唱我就用寫，用拿。譜位用嘅吹藍啦，嗬，裝定跟那個絲譜位，你唱埋嘅我就夾寫起來一條一條嘅，見寫見唱。係當然真嗰位很多嘅時就用嘅卡帶，按嚟來學習嘅。卡帶就彈乜嘢呢？多卡帶呢彈學習家下就。來比下先生。家下也有嗱嗰個咪聲場樓。入強難強下，有關啲唱片跟你卡帶啦嚇，係也有安尼啦嚇，係結果呢慢慢嚟做學見識，越來越多一道歌詞誒，多一道歌詞嗬，做會唱係嘛，會唱就係你看啦，你個涼吹啊嗬，叫做潛嘅當會唱誒，叫做潛嘅神歌王，錢木真先生，錢木真先生嗬，當會唱嘛嗬，加機先做千號嘛嗬，因為看唔到嘛，加意思呢，其實想講潛嘅當會唱誒，來暗捱，意思講咩叫我哋變啊，睇落嘅嘢。
踢馆就错嘞，踢馆的意思安尼啦。哦，安尼。哦，所以係基隆神與接觸到慈母慈母神像，慈母神叫做喺本年有請。講翻來，啊之後呢，佢就講哦，然後就查單個，就講到哦，我老慈母子兩山啊對創，他佢就創到當天安尼，創到唔過年，唔過年嘅有一拜嗬，啊同一個吳興街有一個廟會咪嗬，客家人嘛嗬，所以呢叫做一搶。台北吳興街很多客家人。啊，真的啊！台北客家人上來。喺到台北做喺度嘅吳興街，對。結果就台下嘅，因為叫愛搶下嘅八音團嘛，嗬，叫做用搶一台嘅西火茶，西火茶嗱，嗬就當個行就有顯示啦，嗰個打鼓嘅啦，嗬，按做個藝同慈母鎮先生啦，嗬，安尼打機弦咧，嗬，做機弦咧，做咩茶細台添嘛，嗬，啊做兩三種餅多。台北吳興街，用啥上馬？不管上馬嗌咗費用，我用試驗司機哦，水槍倉哦，韓國嗬啲鹹嘅，自由鹹嘅，聽聽誒，學咗五斤嗌機，你衝上馬嗌咗費用上馬，啊等佢衝過衝當路虎嘅，嗌咗潛當路虎嘅嗰位去壓，啊佢要用當路虎嘅嗰位要嚟買，真係用買。高手過招的意思就超饒舌歌手互相 diss， 有冇？現場 diss 你，就是一種感覺。係啦，啊結果馬到嘅是兩三件馬到嘅，個機械嘅機都唔會食，唔會機械就見上係兩三嘅，佢見創到吳興街嘅，個號量唔好創到吳興街多嘅。太厲害了吧！家樣是可能拍開好曬，水橋位嗰位嗬，靈感較多，對，反應清潔。係，就要這樣就安尼。真的哦，就按年演來哈，所以就開始對客家文化、客家山歌啊。對。上唱去搶救一下，本來帶啲苗栗嘅片，啊要去南埔要對嘅片，加多應該要加多嘅片宜嚇。因為我先生啦嚇，帶啲嘅南埔啦，因為本來我所講退下台北畢業之後，嗱，好多我先生嘅印象講一個。唔好講本月創，日嘅我創山歌，我而講冇讀書，所以呢叫鼓勵我讀書，所以我做到咧台北，本來到台北有教課嘅，就辦到台北嘅屏東去，再一次就考咧讀大學，讀到研究所畢業。按有心哦，唔係，係啦，先生都講啦，唔好講創山歌而冇讀書，安尼就安尼。跟研台要出到太後邊有咩？冇簡單咧，還研究所呢？對啊。唔過我64張畢業。後來真係讀嘅。後來真讀嘅係哪厲害？嘅真見錢有心。台北讀高中，讀到畢業到屏東去讀大學，安尼，所以各位做到一個屏東一直流傳到呢下。哦，唱嘅北埔、老南埔，嘅山歌方面有乜爭吵？冇乜強樣冇強樣啊！嘅為數啦，就講佢嘅南埔嘅強調，老人嘅北埔嘅強調，也就講講話嘅聲音強調，有多少位冇強樣嘅？尤其唱嘅歌書同長枝，長枝佢講長枝哦，咩？叫咩講長枝哦？佢度嘅強調嗬，比較就較冇強樣啦嗬，冇強樣唱歌書咧就係講，你講出戲，嚇。北部講出戲咩？嗬，佢講七戲，咩跌浪，咩啦？講個視察，佢講視察誒，食飯佢講食飯，跟那個時誒嗬，叫為啊叫咩時誒啊嗬，佢講時間。跟那幾可能，那個人太多實施嗰邊來啊，實施那邊就是這樣子啊。44隻石獅子，細子，就是這樣。講真的改，真的啦，實施那邊的人就講華語就是這樣。給老師他寵一些。因為我有一次去參加他們那個一個詩廊，有沒有？施工期啊，那個詩廊有沒有？100年大典，然後就那個會長就在
在台上就今天是我们西郎的这个100周年庆那西郎呢就一直在那边台上西郎，有点很奇怪。对，也夾嘅咩啥嘅安之後呢，你喺北部也跟南部呢，即係佢哋接觸到咧南部有條學員學唱歌嘅咩青島，見到呢嚇咩會唱山歌，但是見到咩做個。慢慢嚟講，書到有看人哋啲嘅腦嘢打擂台之後呢，叫做興趣也清歌，係有可以。哎呦，影響力安太啊！但是也係一個問題，佢哋會感覺就講，人南部會強，然後北部會強啦，嗬，有多少嘅差別？佢哋會鼓勵到講，我按你唱落，我本北部講，感覺到係。咬絲冇清楚，所以見到啦嗬，我感覺到嗬，我開始比咩北部嘅營養，安尼唔敢會比。其實見到啦嗬，也有傾向而來啲片上啦。啊唔過一方面也係數到講路長嗬，較嚴到嘅安尼啦，也見到嘅欣賞安尼啦。但是冇啊，之前咩有南部嘅觀眾朋友來比過啊，喺咬絲方面欣賞，因為唔可以按樣嘅啦。係啊，講真，啲都係南部客嘅話。係啊，那個是講真，唱到好嘅話，你就用個南部嘅方式來表演嘛。玉米啊，充電玉米啊，泡嘅啊，有時是咬絲。會略略講一下啦，唔會講，唔會硬嘅。可能南部人較客氣啦，係啦，南部人懂熱情啦，但是強客氣啦。歡迎來。本機會本來有北部人唱歌嘅，本睇時間睇下無強用嘅山歌。係啊，阿今日係又邀請到一位好朋友啊，係我嘅師妹。師妹哦，係啦嚇，哦，師妹啦，師妹，哦，乜人？沈敏珠，哦，敏珠先生，我們紫珠老師，哦，跟你講師妹都得啦，師妹啦，先來唱下你傳藝欣賞隊，敏珠欣賞，帶來三腳採茶戲，很多曲名都乜嘅，棒炸米，唱下嚟欣賞。無窮就真無窮，個失爆就係來就是懂，走到廈門就變廣東，啊幾幾片就冇相同，啊看到嘅老公大姑娘，個也有姑娘就接老公，愛行前老幾就站地洞，滿記麥。該是因為去年5月節，上長一隻嘅爛火蟲，開外塔亞度，收到唔愛來填同啊，來填同。猜下張三郎啊！大菜假煙做嘅猥瑣，我不卡茶園就更侵法咯。今日茶也洗走了。聽講啊，台灣嘅茶家真好，我呀想我來去台灣買茶。對哦，就按人嘅路程啊，應該啊，喊出我嘅姑娘來參詳爭對哦。裏面姑娘真好菜，來了。愛
我呀有事情要同参详哦。哪个事情按冲着咩？我想啊，你个茶就晒走了。我想我落去台湾买茶哦。嘛该呀，你要上市是有好买卖，做嘛个我去台湾买呢？我讲堂，佢谈讲嘅台湾嘅前世。人叫问题嘛，所以我来台湾买茶。跟你去台湾买茶，个从来都喊呢，我用改善了。不用这样，你就躺喺看来啦。按摩嘛个痛呢。天哪，起呀你呀！放心，跟其实我去台湾。哦，听讲你下有船去哦，爱好想你下就落去哦。哈，大乱秋见王，讲到就爱去哦。是啊，为出成饭嘛。既然你要去做生意，梗系同你准备包复杂的，本年好去行场啦。好啊，跟你去做准备，梗系晓得。爱就妥当的啦，明讲嘛个我去台湾买茶吧，个听讲个台湾个小阿姐是上了样板酱的么？阿老婆，是啊，你上年过来做哭哭样，你乜个东西呀？哦，没啦，因为吼我离开你了，阿三得啦伤心。啊，容易咯。对啦。梗系就放心，本老公去台湾嘞。不用实在很好骗哦。咁阿老哥，要吧？包复杂的呀，我准备好嘞。哦，我送你一件好冇啊？啊，既然阿有钱，我送我一件，佢就来去啦。跟你带路。好来去。送郎送阿多。桥啦，二手烟咯，cái bảo phúc giá bụng ai, họ chọn gì đó. À lô cô, bụng ai thèn à. Hay ông những màu khi là. Hay màu khi là. Màu khi là. Còn là chứ màu khi là. Màu khi là. Màu khi là. Màu khi là. Ai ơi thèn à. Màu thèn là. Ai ơi, anh ơi thèn chỗ mà cái nó. Ai ơi. Màu thèn là. Ai à. Ngô phu Ngô phu
太冲湖，杀不了狗旗，抓不了后汉，哎，打罢了。负心啊！渣男，回来，赚了，第一个骗人。叫到安尼个压，叫到压子压大，叫烂哟，浮起來啦！哎呦，硬脆多啊！你賺了，哎呀，看，一個台灣了，是他很所以啊，他那個就被我們擋住了。對，假借講去台灣發展，我前四啊字，叫前四啊字，哎呦，很精彩哦！哎，給保養你嘅謝老師，哈，來到舞台。謝老師歡迎來到呀！好，大家好。誒，子啊，龍妹好。誒，好。豐胸大哥好。係啊，好，接讀到啊。接讀到啦。接讀到，但是大家鄉親朋友可能看唔熟悉。大家嚟介紹下嚟，哈。來，介紹一下。介紹下。好，介紹。兩位就係車振鳳先生，佢係一座竹東嘅我民謠團咧，我嘅故事，在民國62年前。哦，哎呀，係乜嘅成分？底下呢，佢係土石嘅成分。土石。西江啊。哦，屯乜嘅關係？佢係我老公。老公，你阿妹係老公。哎呀，老公。咩老公啊？周皮嘅老公同正經嘅安布亞夜間部同學啦。是，一陣冇衰哥啦，幾陣衰哥啦。可以啦。所以我排練啊，我演唱，我排練。姐妹情啊，姐妹嘛，師姐師妹啊。出國表演嘅時節對嘛？你用嘅碩士係咪你出國表演時節碩士？沒有，你做到學術總會就辦嗰條客家會嘅時節，我就是會想見面。我老公是打鼓嘅爵士樂手嘛，爵士鼓手。是真的爵士鼓手，還有銅鑼鼓。到美國去就是兩種的。上個時節啦，乖呢，鼓手同主唱呢？唔該，黃瑞豐老師咩安樂嘅啊？對嘛？我叫佢鼓王呢？鼓王呢？對嘛？你上去面唔是打嘅銅鑼鼓嚟嘅，即係銅鑼下面難聽。打到要比佢較好嘛？我們咪咪妍老師真的很厲害。咪咪妍老師他打鼓很放感情的呢。他的感情真的是。啊，尤其是尿急的時候，那感情之投入，真的哦。不過你也係差唔多有2-30年冇演呢，啱畢業就演呢。重新演起嚟，都發現當美國轉來了後，我去東南亞，印尼表演嘅時候，我樣開始學嘅。哦，真的哦。所以一隻劇。做成係能可以俾演出，能可以演出就係，能可以就鼓樣。哦，你係就要後輩嘅T3嘅鼓樣。T3嘅嚟編詞咪都錯嘅。唔係我編詞，係叫做離家出走。離家出走啊！對，你係就要走出。老公全部通用來嘛。你喺春玲先生民國75年改編嘅劇出嘛。係，也咗嫌你講出去演出嘛，演出嘅時間嘅關係，像你也樣啊嗬，一場節目呢，你做嘅時間超過半點鐘啊，你嗌咗盡量攞佢縮短差唔多10分鐘之內啦嗬。啊，但是我哋要有一道嘅其中當站嘅其中嘅嗰道嘅那個橋段，啊，所以要配合嘅故事，啊，你編出來。所以那種東西真的冇跌嘅嗬，係啊，要真的懂經典嘅東西啊。對，客家文化嘅精髓都精髓對，佢家啲問講也嘅腐蝕迄屯車橋佢是人食。唔係，也係捱嘅落，呢嘅時尚啊流傳下來嘅。唱緊牛嘅，有一個環在。不要兩種東西全部上到嚟。唔係，也係真正也係佢老公，佢老公捱阿老公。從頭佢打電話本來是講，不用這樣，我講阿老公。老公啊，哈，以前的大人科技技術學院呢，跟我董事長。哎呦。也從東梁。
难怪土地买很多呢。懂，我也是讲好爷人呐，好爷人，好爷人，有魅力啊！做封面呢，有天气的事情都做得好。真的，今日真的同欢喜做有腔到人家的来谈节目啊，有天拜丹阳落公春面的，真难得，真难得，给大家都看到喺旁边。实在哈，家看到啊，也係講開線的時節嘅就做 PA 啦，有冇？哦，真的啊，欣賞啊，真的啊。對，音控啦。係啊，音控啊，有嘗試去做司機啊，用哈。有條慢都做得出來。70人歲嘅手腳哦，看100，對，看那禮拜兩公婆衝下來，真的兩公婆衝下來衝下來。我兩場都係衝10班喎。衝咗定摸摸嘛？摸會前提咯，摸通數了。做唔係最聽到摸，摸。佢用嚟摸啊，摸都差唔多啲 CPU 好咧。摸啦，其實10班摸太長誤會咧，其實命到10班下係咪命到檢討一下。啊，真的啊！真的啊！我關於有機會講真的，10班摸了瞄一下。要看全套，是不是？真的。對啊，真難得的經驗，真的啊。我講春年則個唔裝，你兩手會攞。我當時當到我想講，你冇機會做，所以我當到將摸呀到啦，嗬。一審啦，也入全部後背張。比所有嘅節目係呢張，我張重新製過嘅，係，啊，嗰度全部送人咧，我想摸那個空間都送送嚟。真係感謝你資助人啊！係啦，什麼咧？係啦，講有心啦，係啊，其實希望講一種客家一種精髓，係啊，做唔到啲嘢，係啊，啊，今日真係非常多謝，係啊，係啊，咁之後出國換下個堂，哦，好啦，今日嘅節目已經告一段落啦，嗬，好多個朋友激加嚟報名，嚇，打電話落去096667人等睇住下打電話。好，多謝大家收看，嗬，咩多謝3位阿子姐，謝謝，謝謝。下禮拜我唔記得咯，一天都準時收看呢。農業大擂台。